大家好，我係志航弟兄。今日繼續同大家討論下親密關係中嘅憤怒，一系列嘅影片嘅第二講，處理憤怒。控制自己憤怒嘅第一步，就要留意到大家相處已經走入咗一個死胡同，冇出路㗎啦。當我留意到自己用命令啦、吩咐啦、訓示嘅語氣去講嘢啦，甚至批評對方啦、責備對方啦、藐視對方嘅時候，其實我就知道原來我係嬲緊佢、惱怒緊佢。其實心裏邊我都係當咗佢係敵人，好多時對方都係會當我係敵人咁去回應嘅，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喺夫妻嘅研究裏邊，莊國民呢講過末日災難四騎士係能夠預測親密關係惡化同埋婚姻嘅將來嘅，非常之準確。有個影片講嘅呢個 QR code。呢個四騎士又包括批評責備啦、輕蔑藐視啦、辯解防衛啦、毫無反應同埋冷戰。其實喺未曾留意到雙方嘅關係進入惡性循環之前，仲有更加早嘅一步嘅。呢個就係喺我乜都未做、乜都未講嘅時候呢，我已經留意到自己嘅身體反應啦。呢啲反應可以提示我有憤怒嘅情緒。呢啲反應包括呼吸急促啦、心跳快啦、面紅耳熱啦、肌肉繃緊啦、握住拳頭啦、出汗啦、全身發滾啦、身體顫抖啦、頭暈啦、皺起眉頭啦、胃部翻騰啦或者胸悶啦。其他有關憤怒情緒嘅反應呢，就可以包括反覆咁諗翻嗰件事啦，晚上因為呢件事而瞓唔着啦，腦海裏邊出現啲辯論或者責備對方嘅説話啦，喺度諗緊點樣寫 email 啊，或者寫 WhatsApp 啊、Facebook、IG 啊啲 social media 嘅信息去教訓佢啦。其實當你留意到呢啲反應嘅時候呢，你其實係嬲緊嘅。人嘅反應唔同，但係多數都係呢堆嘅啦。有啲人呢唔係太察覺自己憤怒嘅情緒㗎，可以用一啲工具，譬如憤怒火山啊咁樣去提示自己，或者情緒溫度計啦，呢啲全部都要度身訂造嘅。當我憤怒嘅時候，我身體咧瞬息之間已經進入咗一個咧作戰狀態，而呢一個咧基本上咧喺心底裏邊當咗對方係敵人㗎啦。控制自己憤怒嘅第二步咧，好重要嘅就係當你留意到呢啲最早嘅反應嘅時候咧，立即停止即時嘅反應，然後咧等自己冷靜咗、深思熟慮之後咧，先至去回應。諗下喺思想係咪點樣做最適切嘅回應咧？點樣停止即時嘅反應咧？就唔好講乜嘢，唔好做乜嘢，甚至你個表情或者點咧都唔好表達乜嘢。最好咧就可以離開個環境添。咁冷靜幾耐咧？有啲人可能幾分鐘都得，或者少啲小事。但係咧，其實如果夫妻之間嘅研究咧，好多時咧去到成30分鐘咧，先至可以真係平靜嘅。有時如果出現即係災難末日四騎士一啲現象嘅話，然之後我哋先可以有個深思熟慮嘅回應，減少咧憤怒咧製造嘅破壞，對關係嘅破壞。我喺一個短片叫做《床頭鬧交床尾和》嘅3部曲裏邊咧，都講過呢一個步驟。最好咧，大家咧譬如夫妻啊，或者一個關係裏邊咧，你約定我哋可以有個暫停嘅信號嘅，試下一個提出咧都 OK 嘅，另外一個要接受嘅咁樣嚇。咁暫停咗先，唔好再繼續落去啦。或者對方都唔留意到啲乜嘢，你留意到自己嬲都可以提出暫停。然後咧喺大家未人處理衝突之前，心平氣和嘅時候，有個約定，我哋一啲咧處理衝突嘅規則，包括譬如夫妻之間啦，唔可以攻擊嘅人格啦嚇，你咁自私啊嚇，你咁衰啊，
嚇，唔可以翻舊帳啦嚇，淨係處理呢一件事啫。當你講到咧，你永遠係咁啊，總係咁啊，永遠唔會做乜啊咁，即係呢啲咧就已經翻緊舊帳㗎啦，超過咗呢件事。同埋咧，大家約定其他方面可以暫停咧，頭先講過。仲有做唔好咧，迴避個問題，即係啲事情咧冷靜咗之後咧，必須要拎翻出嚟傾，就唔係不了了之嘅。有時幽默啊，都可以令到氣氛咧輕鬆翻、緩和翻㗎。另外實踐一啲叫情緒暫停嘅技巧啦。當你留意到憤怒喺度升級嘅時候咧，暫時離開現場啦。可以講話我嘅情緒有啲激動啦，俾我少少時間啦嚇，幾分鐘又好，30分鐘又好啦或者今晚再傾啦。情緒暫停嘅技巧可以包括緩慢嘅深呼吸，譬如每10秒吸氣4秒，呼氣6秒，比吸氣嘅時間更加長。如果你可以做到嘅時候，可以令到自己平靜。實踐呢啲情緒暫停嘅技巧啦，可以用冷水去輕拍個面啦可以洗手啊、洗手腕啦可以用冷水去沖涼啦或者用啲咧即係冰袋啊嗰啲咧擺喺頭啊、手啊嗰啲地方啦，令到我哋嘅生理反應咧降低啦。情緒暫停嘅技巧，就即係講起個總結啦。更加重要咧，有一個提醒咧，就係唔好反覆諗下嗰件事或者類似嘅事。當你喺度反覆猛咁諗、猛咁諗嘅時候咧，你嘅情緒係冇可能平復嘅。仲有冇啲其他方法可以令自己鬆弛或者冷靜咧？係有嘅，不過呢啲要練習啦譬如深呼吸運動，頭先講咗啦，肌肉鬆弛法啦，意象鬆弛法啦。基督徒可以向神祈禱啦，或者求神幫助啦，可以默想聖經嘅教訓或者提醒啦，呢啲都又可以令我哋冷靜，同埋個思想離開嗰件事。呢度咧有一啲其他冷靜嘅方法、舒緩嘅方法啦，其他有關憤怒嘅影片。多謝大家。